地方，儿时的破旧早已被美丽的风景取代。打开这一扇门，我们吧，以前的生活也特别朴素，也很简单。我相信以后嘛，将会日子过得更好。就像阿姨说的，幸福其实就是越来越好。生活在新疆真好。打开这扇门，眼前是焕然一新，未来你好。